港島壽臣山位處山谷，地利得天獨厚，附近有多個小山峰，令到區內嘅物業普遍擁有較高嘅私隱度，向來係一眾政經名人同傳統達官貴胄嘅聚居地。區內以低密度洋房為主，連綿山巒，放眼四周都係壯麗大自然。作為唔少富豪家族傳統居所，壽臣山集合唔少頂級私人會所。過百年歷史嘅香港高爾夫球會，或者公認為亞洲最高尚私人會所之一嘅香港鄉村俱樂部，係達官貴人休閒或者促進商業合作嘅平台，亦都係身份嘅象徵。壽臣山聳立南區豪宅頭段，穿過香港仔隧道，即及繁華鬧市，大約5分鐘車程到達銅鑼灣，10分鐘接通商業核心中環。恬靜同時不失便利，受到一眾追求高私隱度嘅政商名人追捧。壽臣山所在嘅南區既有多個優美沙灘，全港最大型主題樂園海洋公園亦都近在咫尺，盡顯呢一區動靜皆宜嘅舒適生活環境，亦都係親子消閒嘅好去處。住得喺壽臣山，出入多數揸車代步。不過南港島線通車之後，唔想車出車入，Park and Ride亦都係一個好選擇。揸車到海洋公園站，一站直達4線匯聚嘅超級轉車站金鐘，2站到達中環，避開返工放工可能遇到嘅路面擠塞。鄰近嘅黃竹坑屬於政府躍動港島南重點發展區域，已經逐步蛻變成新進商業區，力將成中區商業核心嘅延伸。擔當正經巨擘後花園嘅壽臣山地位更舉足輕重。另外，超過50萬平方尺嘅大型地標式商場 The Southside 即將落成，為整個南區嘅居民帶嚟全新消閒嘅體驗。壽臣山附近集合多間歷史悠久或者新進嘅頂尖學校，書香世家，世代延續，亦都有多間國際學校，從小開拓國際視野，傳承家族榮耀。